咱的镜头登到国内，讲到这物件打扫才发生火灾。台南市消防局统计，讲今年1月到4月，这森林产园的火灾案件数，竟然比去年同时间加倍6成，而且大部分拢是有人去整低烧废弃物，才会造成火灾的。台南市政府特别要求民众千万唔通乱烧草啊，若准无食就会违反到这个空污法、消防法，上悬罚90万块。 半暝大火烧，拖到规粒山头，天气打扫，又搁是树林田地咧着火，附近找无水源，互消防人员是更加辛苦。顶个月在清早，台南左店火烧山，消防人员是赶到现场拍火，这火是烧规暝，佮调动直升机载水来灭。 根据消防局统计，去年1月到4月，台南市的火灾拢总有672件，其中树林田地火灾就占441件。也若今年火灾到今拢总有921件，树林田地火灾就爬起来到701件，增加260件，比去年就加倍6成。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60件左右，其中有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人为整地或燃烧杂草废弃物所引燃，这些都是呼吁农民。 请勿任意燃烧杂草、垃圾。其实树林田地火灾今年案例大增加，多数拢是整地建造乱烧废弃物所引起，佮加上今年水情暗倒，要佮拍火就愈欠水。部分农民习惯歹改，那等到天气打扫时，就愈高会造成火灾。会有一些农业上的一些耕作的东西，它需要把它移除。用选择比较简单的方式，是用火烧把它烧掉。 哎呀，他们要收那些废弃物去丢，也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。台南市政府最近联合各单位，除了农业局宣导稻草分解做肥，而且补助农民买树枝加喙机。另外，环保局是推荐委外处理树枝败壳。市府强调，若无设立造成火灾，会照空污法、消防法上重罚10万，望大家合作减少林野火灾发生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